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又翻到嚟50合1嘅頻道啦。大家咪覺得有啲奇怪呢？明明上一條片啊，我就話會喺富國島出現噶嘛，點解今日突然間會有呢個號外嘅情況呢？咁樣事關呢，呢個禮拜呢，澳門呢啱啱先推出咗呢一個社區消費大獎賞呢個活動啊。如果呢大家呢有齊澳門8個 Apps 嘅話呢，就有8個機會呢去抽下自己究竟呢由呢10蚊呢去到200蚊，或者多謝參與不等嘅獎項，究竟會留翻星期六日用，有幾多錢呢？咁樣咁本身呢，我就唔會參與嘅，因為我禮拜六飛啊嘛。咁但係既然呢件事係澳門嘅大事嚟噶嘛，咁我冇理由啊唔參與埋一份，即係拍條片噶嘛。所以呢，雖然呢我冇齊8個 Apps，但係我已經有中銀啦、MPay 啦、豐富寶啦、ICBC 啦，以及呢個澳門版嘅支付寶5個 Apps 嘅。咁一陣咧，我就即將咧就情商我嘅朋友咧，幫我現場咧拍攝啊，我咧就開呢5個 Apps 嘅獎，睇下自己咧第一個禮拜咧係咪成為一個好好嘅幸運兒，即係逼住咧澳門真係要我唔消費都唔得啦咁樣。事不宜遲，我而家即刻叫我朋友幫手。開始。嗱，咁首先第一個咧。首先多謝我嘅朋友 Gigi 幫手啦，咁樣佢咧就會幫我咧就錄低呢一個抽獎嘅過程嘅。我有5個 Apps，第一個咧就先用呢個大豐嘅豐富寶，好，我而家抽啦。哇！好緊張。喂，200。哎呀！好，再玩一次。200啊，唔該。200，哎，好啲啦，好過頭先啦。20雞。20蚊 ，OK。好，大豐最後一次。係。再一次。200唔該 ，please 200。我都係20蚊 ，OK。好啦，大豐即係1次冇錢，2次20蚊咁樣。好，到下一個 Apps。好啦，呢個就係澳門版嘅支付寶抽獎。OK。支付寶可以抽幾多錢㗎？都係每個 Apps 可以抽3次嘅。哦，10蚊。OK。我轉冇咁刺激喎。係咯。轉好似。繼續努力。冇咁。抄。好，跟住去到中銀啦，中銀。好，開始。嚟啦，1嚿水。2嚿水。2嚿水，10蚊。哇 OK，差個零嘅，唔係話太大分別，差個零。OK。哇！全部10蚊 ，OK。中銀都唔中意我，好，仲有冇邊個啊？仲有 ICBC 啦，中唔中意啦 ？ICBC。嚟啦，200啦，喂。Oh my god！ 唔掂喎咁樣。Oh my god！ 係咪因為今日禮拜4嘅晚上，所以好嘢已經被抽？哇！最後得返 MPay 啦，唉，陰公豬。嚟啦，可能得咧。哇！救命！仲有。哇！再一次。哇！咁換句話講咧，其實澳門政府今個禮拜唔想我消費啦，我係咪會繼續再接再厲㗎？多謝各位。